但而家佢哋咧就捉蟲啦，自己督爆自己啦，即係證明佢哋咧係垂死掙扎嘅香港呢班左共，包括中聯辦呢班左獨，係垂死掙扎，就攞呢啲嘢咧嚟想擴大做，你哋香港市民咧冇中計，啲傳媒咧又唔需要推波助瀾。但又睇到中國外交部咧，以前我讚過佢哋進步咗，呢次又睇到咧又係冇水平嘅。美國佬講香港嘅普選，包括英國佬要支持香港嘅普選。如果我做外交部，好簡單咁嘛。哇！香港一個國際城市，我哋歡迎所有駐港嘅領事。可以發表意見，支持香港喺基本法同人大常委嘅框框之內咧，去真普選咪搞叉電咯，係嘛？即係整個框框俾你喺呢個之內咧，因為你自己中國俾個聲明噶嘛，都係話容許咗香港去真普選喺嗰個根據嘅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07年嘅決定決定好似係咩？咁你咪又係咁樣講，我同嗰領事歡迎你過領事就俾意見啦，有助於香港嘅繁榮穩定啦，收工又大量，佢做得咩出樣啫？喂，你反對佢真係要搞亂檔嘅話，你反對嘈喧巴閉，佢如果佢有個政策要做，咪繼續做咯，會卸你共產黨咩？你發爛渣嘈喧巴閉，你又繼續做噶嘛？因為佢講嘢同執行嗰個架構唔同噶嘛，個任務。唔係話你講差唔喎，收工啦！琴日共產黨發爛渣，我哋唔好再搞啦咁啊！屌你有咩發夢冇咁早啊！你真係整個中國夢。如果我定咗政策要破壞你香港嘅，屌你講完我唔做啊！做多啲添，傻噶嘛！即係第二睇到咧，中國外交部咧繼續要檢討佢哋自己。話我哋真係批判你，我哋善意嘅批判，我哋用我哋嘅國際工作經驗去批判你班人係冇水平嘅。我與進為退噶嘛，係嘛？我講完啦，歡迎駐港嘅領事對香港嘅咁關心，支持我哋中央政府嘅聲明，即係喺個基本法同埋嗰個人大常委嘅框架內進行提供任何嘅意見，有建設性嘅意見，等香港咧有一個好嘅政治體制，幾好啊！我殺你都唔使同你反對你啦，都唔使同你喺個外交部喺度對罵啦，啱啱先？咁咪即係睇到冇水平咯，自暴其短咯。